连续唱的是我320首，上帝是咱安全要塞。经过银牌甲气械，暗色云雾天气。
全首吼，我拄则减念着艰难困苦，跌进目前吼，即无念着啊。咱共款吼，咱即首诗歌来念全首。第一节的所在，上帝是咱安全要塞。咱唱的是上帝是咱安全要塞，坚固敬拜甲起义。有只唱几啊摆吼，其实拢袂顺安尼。咱来即节唱，搁唱一摆好无？第一节的所在，因为第一节若会晓唱吼，后摆拢总会晓啦吼。咱唱搁一摆好无？上帝是咱安全要塞，坚固敬拜甲起义。安困苦你存我情，主必承担我的心。就是安尼吼，好，咱时间到这，时间到。万星最近爱真会敬拜。
大家平安。咱要开始明仔的敬拜，请咱把咱的手机啊关静音，还是关机，请咱安静1分钟，去安心。宣调，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快乐。因要亲像鹰鸟，天实飞悬，因走也无先，走也无行也无先。即点咱来念圣诗101首，圣诗101首，请起立来念全首。上帝，照你的慈爱怜悯我，
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那定。直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膝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含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喝。上帝所爱的罪，就是忧伤的神。这点咱三个暗头来祈祷。万官样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伫一年当中，阮已经来到第年尾啊。你互阮拢一路虽然有坎坷，有悲伤，毋过你依然互阮有快乐。阮真感谢何老主你，伫阮教会续落来，阮伫整件方面，也是伫阮12月，阮有要做爱无限的活动，关怀遐个弱势的家庭。主啊，求你互阮伫阮所做的事工内底，是对主你来的，毋是用阮人的心思意念去做，互阮会当拢照主你指示阮的来行，所做的拢会当合主你的旨意。阮将阮过来的年日拢交托伫主你，阮的生死、快乐、忧伤，拢是主你来带领。主啊，阮祈祷无够的，阮逐个要来用主你，才是阮的辅导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阮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全，你的意志成立，阮的是主来做，在你万国，以及万国下的国外，你做阮的支持，你万万的爱，你把我万的名都不吸收，带到真理，阿门。记载伫约书亚第5章第1节到第9节，咱大家来看，我来读。约旦河西势的阿摩利人遐个王，
甲外海的迦南人遐个王，听见耶和华伫以色列人的面前，互约旦河的水打去，听见听候咱过去，因的心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失胆，神不附体。彼时耶和华对约书亚讲：“你着创火石刀。”第二摆，甲以色列人行到底。第三节，约书亚就创火石刀，伫拄去火山遐，甲以色列人行到底。约书亚甲因行到底的缘故，是因为对埃及出来的众百姓，见为交战的查甫丁出埃及以后，伫多年死伫旷野。第五节，因为出来的众百姓拢受割礼，独独出埃及以后，伫旷野的多年所生的众百姓拢无受割礼。以色列人伫旷野行40年，到众百姓就是出埃及的战士一尽消灭，因为因无听趁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捌对因咒詛。毋互因看见耶和华对因的做所咒詛，要想事，咱的地就是流年甲密的地。第7节，因的子孙就是伊所兴起来煞接因的，拢无受割礼，因为因伫路年无甲因行割礼，约书亚才甲因行。百姓拢受割礼明白。就踮伫营内家己的所在听候好。第9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讲：“我今仔日将埃及的能力移煞离开恁，对安尼，迄所在名叫吉甲，直到今仔日。”再来学乐咱遮圣歌队。好了，说，咱今仔音乐师要甲咱正道的是上帝讲的英语。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虽讲伫落雨天，咱三角组织伫上帝的殿边，而且来敬拜回到咱的主。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即礼拜过得安怎？我相信侪侪兄弟姊妹，咱拢真关心教会咧整建的过程。整建有拄时会拄着真侪无共款的声音。咱倒无师嘛有甲咱勉励讲，咱伫整建的过程中间，咱会当用更较宽阔的心来领受上帝对咱的祝福，互咱会当伫整建的过程中间来反省咱家己本身甲上帝的关系。整建的时阵，咱会看到真侪的粪扫蹲伫咧外口的所在，一车一车一车咧载，将遮的粪扫单调的车单调。我了解的已经差不多车五六抓去，5、6抓去，还阁有咱头前迄个所在。这是2楼甲3楼的礼拜堂所以前有的物件所留落来。过来，差不多按算8年前，咱就是每年的1月，差不多左右就会迄边遐就拢会完工第1期、第2期。咱的教会礼拜堂遮，台语场的礼拜堂遮第3期，第3期是较长一段的时间，差不多爱半年的时间，差不多爱半年的时间。但是感谢上帝有人会讲，哪会即马就咧做遮新事，浪费钱。我相信做上帝的工，上帝有伊特别，互咱会看见。咱若看周报顶悬，即个咱的理想目标有小可调整过，互讲传福音，互万百姓做主的运动。我毋知影咱是毋是主的运动。我相信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是主的运动，愿主来帮助咱，爱搁较细致，爱搁较安静来听候，就敢若亲像今仔日即段的经文，咱以色列百姓因有拄时无法度等，等上帝讲会使会使做。所以咱的整建嘛，毋是话做就做，咱经过讨论规划，伫即个过程，咱就会当为着以后的建堂做备办。我相信咱以后的建堂一定是真顺势，因为安怎，咱已经有遮个整建的经验。虽讲这拢小小的，但是安怎，上帝帮助咱，无论咱的中日同工兄弟姊妹，拢来关心即件代志。直到咱会当听到上帝讲可以了，会使。愿主赐福帮助咱。要开始之前，请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有信心甲阮三个伫地，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整建的过程中间，互阮来看到上帝你爱阮看见的，也就是阮有即个理想、即个目标，阮的教会要成做300人、500人的聚会，分别伫3年了后、5年了后。主啊，阮有即款的信心，求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心一意来兴旺福音，见证上帝国度。感谢天父上帝，嘛赐福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稳上加稳，力上加力，搁较有气力来做伙行天路，荣光上帝。感恩有奉主的圣名，阿免。圣经内面常常用一个真侪的譬如来譬如上帝甲人的关系这是真重要。上帝甲人一定有关系，人甲上帝一定有关系。若无关系，讨论人就好还是讲讨论上帝就好无有关系，无有关联，其实就拢各自走各自的。迄个真侪较事上咱看到的是上帝甲人的即个关系，用即个老爸甲囝子的即个关系来譬如。来即个譬如，所以这实在是真正咱讲贴切的即款的譬如。我诚做一个老爸，常常伫
甲囡仔的互动的中间，吼，嘛会当体会到，哎，上帝为什么会安尼对待咱，吼，引带咱。我会记得吼，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吼，咧读即个小学，小学的时阵，吼，伊读两间国小，吼，一间伫咧南港遐光复国小，啊，一间就是伫咱南口，咱南口国小毕业，啊，阮养幼家。哦，啊！伊细汉的时阵，阮厝内面定定出现即款的场景，吼，伊会走来甲我问讲：“爸爸，伊做爱算乐高，爸爸，我可不可以玩乐高？你要我安怎应答？啊？你要我安怎应答？大部分我拢会讲，可以呀，可以呀。啊，不过吼，你要先写完作业，啊，练完小提琴。我细汉有学迄个小提琴，迄阵还袂学扯铃啊。”可以学小提琴，你要倒来有啥物结果无？你就开始来张啊，慢哎呦，作业太多了啦，写不完啊，写完就没时间玩乐高了啦。开始赖皮啊，我都会考出来，准备考出来一款，装可怜啦。伊就讲我不玩啦，爸爸，我即摆就要算了。我当然较坚持啊。一定要写完功课，才给你玩乐高。伊就走去足无情愿，啥讲？嘴阁会念哦，爸爸是坏蛋，我不喜欢爸爸了。亲爱兄弟姐妹，请问你若做爸爸妈妈，囡仔对你的囡仔有即款的要求，你有啥物款的反应？其实囡仔。会有即款的反应是真正常的，因为伊还阁细汉，伊还阁细汉，无成熟，所以因思考的，就是敢若伫咧即个时间尔，伫咧当下，伊是真爱耍，真爱佚佗，所以伊追求的是啥？眼前的快乐，眼前的满足。但是做爸母的思考就无共款啦，是毋是？伊会先烦恼即个囡仔将来的发展，所以一个真好的老爸老母应该。追求的就是咱的囝儿时岁较长久的、永远的，较长快的即个幸福啦，毋是咱伫遐讲伤心啊啦，即个世代就是安尼伤心啊。当然，无数可能较老观念啦，其实我赞成体罚。我相信咱有学教育的老师咱的即个兄弟姊妹中间无得甲你等者就会找牧师啊。为什么咱要分享遮个经验、生活的经验？因为有时啊，咱的天父嘛会做一寡互咱感觉真扫兴的事情，有时啊，咱想要有感动，对不对？马上要做一件代志，即马若无较紧来行动迄个机会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咱真期待要发生的代志，就会当较紧来完成。但是偏偏咱透过祈祷、透过灵修，上帝竟然相反的讲：就当妈地等者，你爱先安怎，才会当安怎。上帝说可以了，才做嘛。咱的反应是啥物？为什么啊，上帝？为什么有上帝？煞只甲上帝伫遐阿救讨价还价。所以，如果上帝也是伫咧迄个所在真坚持，咱煞只的反应，就会反映出咱是毋是一个诚实的人，或者是。咱对上帝是毋是有够额的信心？要往迄个成功还是失败的人生来跑走？所以拄啊好牧师拢用约书亚记对第1章一直，咱即马看到第5章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回去会当将约书亚全章即个规本册拢会当看好了我。过来今年底明年下一季，明年1、2、3拢用约书亚记，所以这是一个连贯的信仰的课程，嘛帮助咱兄弟姊妹
会当好好来反省，咱着敢若亲像遮个以色列百姓同款，时常甲上帝阿求，时常拢有真侪家己个想法，总是咱无法度伫遐学习安怎样摊台。所以咱有听到上帝讲可以了吗？这是信仰的反省，愿主来帮助咱。所以犹原有3点，要甲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分享。头一点，也就是什么是好时机，对不对？咱就会开始问，透过这段经文，咱就会当想象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伫个约旦河涨过迄个两岸的季节的时阵，节期的时阵，安怎因准备要过迄个河？所以当迄个光顶边讲过，当即个约柜的祭司甲骹踏入去约旦河的时阵，这需要啥？需要真大的信心，需要上帝互咱的勇气，因为安怎踏落去，甲看到河分开，所以这是真大的信心的。即个兄弟姊妹，这真好想象这人甲安尼来做，所以当遮个约柜的祭司甲骹踏入去约旦河的时阵，约旦河的水就伫咧即个阿当城的所在附近，伫遐停落来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因真欢喜，行过迄个大地的约旦河。即个新者传到阿摩尼人甲迦南人的耳孔的时阵，因受到真大的刺激，搁惊吓。咱今仔日看到的经文内面有记载，所以因甲以色列百姓对抗的勇气就拢消失去了。所以用兵作战的即款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百姓采取即款攻击的行动，应该是真好的时机啊，对毋对？迄个时机应该到啊。一方面，因真紧就会当出兵。伫遐将即个迦南人，甲遮个所在的人安怎来歼灭啊？因为因无准备，因料想袂到，咱会接近因就过迄个约旦。根本还袂有作战的即个准备啊！遮个迦南人。另外一方面，迦南人因听到遮个消息了后，意思就进前因听到的遮个以色列百姓，因遮尔勇敢，因开始甲咱人要甲即个以色列百姓相台的气力甲意志是真弱的，所以这是一个好时机啊，对毋对？这是一个好时机，真好的时机。但是拄啊好，就当即个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准备把握即个上好的时机，讲赞，咱安尼顺势来进攻落去。竟然上帝讲话啊，讲等一下就到马地，等一下，煞接上帝讲安怎？你来安怎？今仔咱有看到，爱行啥物？行家己。哇！上帝安尼吩咐以色列百姓。哇！以色列百姓听着讲咱毋是爱较紧去安怎去歼灭遮个迦南人才对啊？太会安尼？所以上帝爱以色列百姓，当一个已经是互因真感觉讲无了解，到底是安怎？想袂到上帝爱因做的代志，搁较互以色列百姓不可思议啦！因为上帝即个时阵竟然叫所有的查甫囡仔伫遐爱行甲尾。咱知这是一个真危险的行动。咱会当看到伫倒位嘛有记载即款的危险的行动。创世纪对毋对？34章内面有记载一件事有无？雅各转去到迦南地，伫遐徛起，迦南地有一个地主的囝，即个示剑，伫遐强暴雅各的查某囝底拿，有无？会记得袂？知影即个示剑伊其实真介意即个底拿底拿，事后了后，即个雅各提亲安尼，雅各的囝，就是即个底拿的哥哥，对即个示剑强暴，伊的妹妹感觉真受气，所以因就要报复，
所以因对事件讲必须爱将迄个所有即个男丁查甫人，因拢爱受割礼，因敢要答应即份婚书。所以事件为着要娶某娶即个弟娜弟娜，伊就安怎说服城内面所有的男丁拢安怎行割礼。但是就伫咧因行割礼的第3天，伊有原还搁咧听的时阵，雅各的囝趁即个机会，甲所有的人拢杀了。啊，你即摆知影啦知影即个故事所以迄旧约的迄个时代，其实医术并无有遐尔进步。行割礼了后，至少同无爱3天以后，迄个空喙才会好起来。所以迄几工，迄个空喙当中拢一定是真疼。所以身躯的溃烂是痛弱的时阵，以色列百姓抑搁伫咧迄个安营伫咧吉甲的所在，离耶利哥约书亚记内面记载，离耶利哥城敢若有2公里尔。那耶利哥城的人趁以色列百姓，因拢是割礼痛疼的时刻，伫咧遐攻击，发动攻击，以色列一定是安怎无法度来抵挡的。所以上帝即个时阵，你会感觉真奇怪真奇怪，他会安尼？上帝即个时阵对以色列百姓下达要割礼的命令，对咱人来看。无合理呢，无合理。对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来讲，其实是啥？当然，因会感觉莫名其妙，满脸的问号，那个黑人的问号会走出来，满脸的问号，真大的即个信心的考验。迄个考验就敢若亲像上帝爱约书亚，伫遐带领以色列百姓到约旦河渡过迄个两岸的迄个规则的时阵，安怎因要爱因？过即个约旦河共款。亲爱兄弟姊妹，你若是真做上帝的囝儿，真做一个基督徒，即使你要立志来遵盼上帝的旨意，我相信咱拢捌安尼立志过，我要遵盼上帝的旨意，咱一定会当有即款的机会拄着即款信心的考验。就是你会认为讲你拄着一个真大真好的即个时机咱爱念伊开始采取行动，就会当有真大的可能性得到真大的好处。迄个成功伫咧咱的眼前咱有把握一定真紧就要来完成偏偏即个时阵，上帝竟然叫你等一下，而且叫你去做一件敢若甲等前，也是讲你的期待拢完全无关系的代志，甚至是倒摆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拄着即款的考验的时阵，你可能有啥物款的反应，也是讲你会做出啥物款的决定的。兄弟姊妹，咱咧军队最后所行是个道路的路顶悬，有拄时咱爱面对的挑战，就是咱爱愿意勇敢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处境，敢若亲像咱即马共款。咱即马厝会差不多150个、60个左右咧厝会咧组织，咱会当想象伫3年了后，咱有即款的信心，伫遮来完成。透过祈祷，透过等待，透过宣告，有300位的兄弟姊妹分别伫咧台语场甲华语场的所在，咱做阵来聚会，讨论上帝。伫5年了后，咱爱有500个兄弟姊妹伫迄台语场甲华语场合起来，伫遐来聚会，勇敢进入去一个新的规则的过程中间，伫即个环境恶劣的过程中间，无得较咱的经费有限，无得较阁有侪的遮个问题会产生。毋是得去过迄个约旦河的时机，竟然上帝爱咱借着迄个信心踏出去第一步，毋通阁等待，爱较紧来采取行动。但是有拄时是倒摆，咱认为是大好的时机的时阵，咱充满热情、充满动力，准备要伫咧遐有采取行动的时阵，咱迫不及待要安怎要大显身手上帝却对咱讲：“就他妈的，你爱等一下。”你爱心安怎？
了后，我讲会使，咱会知。所以这是咧考验啥？咱透过即段经文，互你看到的是啥物？借着信心踏出的第一步，其实是艰难的。但是借着信心继续伫遐来等待，直到上帝讲会当开始行动啊。其实这有时啊嘛是真艰难。求主帮助咱，当咱伫遐咧丢度的时阵，当咱伫遐毋知影要安怎的时阵，咱勇敢踏出去信心的第一步，咱倚靠上帝。咱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爱搁较清楚知，所以祈祷真重要。所以咱参加小组团体是真重要，因为咱伫小组团体内面，大家互相祈祷、互相带祷，伫遐咱透过祈祷的操练训练，即摆咱有侪小组团体，兄弟姊妹拢做伙伫遮有讲到所谓的 RPG， 所谓的祈祷的操练的过程。迄就是会当操练咱安怎用耐心听候上帝的话来，上帝的指示来，咱好好操练上帝爱咱学习的基本的功夫。迄个机会来的时阵，咱已经成做上帝会当用的器皿。所以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第二点要咱兄弟姊妹分享的，那就是得胜的秘诀是啥物？因当然以色列百姓后来是得胜，太赢，无问题。但是伫咧即个过程中间，上帝为虾米要即个时阵爱以色列百姓行到咧？伫约书亚记第5章第40到第50，甲咱讲，当以色列百姓因出埃及了后，因伫咧旷野内面所发生的遮个代志，以及遮个兄弟姊妹后来因生的遮个兄弟姊妹因的后一代啦因拢无行到咧。伫迄40年的时间，以色列百姓因无为着因新生代新生代遮下一代的查甫红婴仔伫遐来行到咧，所以迄40年是因伫咧旷野伫遐浪流连的时阵，出埃及的迄个年代、迄代的以色列百姓，因为虾米伫咧旷野伫遐漂流40年，无听咱上帝的话？因伫旷野内面一个一个拢过恶，因为因无相信上帝的能力，有能力会当甲因传去甲人地，因无听从上帝的话，因定定伫遐来埋怨，讲哎呀，伫遮互阮死好啊，倒不如搁转去到埃及的所在，伫咧遐搁会当食，会当啉，搁会当生存。伫咧旷野实在是真艰苦啊，所以上帝照因的无相信，就甲因成就啊。好，既然安尼，恁拢留伫咧旷野，无法度进入迄个迦南地，我所应允的迦南地。所以，因伫旷野内面的一代出世的查甫囡仔，拢无受过割礼。真兄弟姊妹，咱爱知影真重要，受割礼对伫以色列百姓来讲，一定是真有特别的意义。割礼会设立伫咧创世纪17章第90到14节。迄段经文，我相信兄弟姊妹咱认识创世纪17章第90到14节，迄就是咧立约。你的后会世世代代拢爱遵守我的约。恁的所有的查甫囡仔拢爱受割礼，这就是我甲你的后会所设立的约 ，covenant 约真重要。这是恁所爱遵守的，所以恁拢爱受割礼。这是我甲恁立约的证据。世世代代的查甫囡仔，无论是厝内面生，或者是你的后裔，用钱银对外人买来，生落来第8日拢爱受割礼。等伫遮，我就无要阁继续读落去。创世纪17章第90到14节，所以咱知影，行割礼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迄个记号，受割礼代表愿意加入即个立约的团体，
要尽即个本分，尽因的义务，同时嘛爱享受因伫即个群体内面的权。所以无受割礼的查甫囝、查甫人，要对迄个百姓中间来剔除，意思就是对以色列百姓中间来除名，无算以色列百姓的公民，爱甲伊当作是外邦人、外国人，就袂当享受以色列因所有的权。所以上帝甲以色列百姓立迄个约是啥物呢？迄个约就是共款创世纪17章第30到第8节有讲到，亚伯兰拍败伫涂骹，上帝对伊讲：我要甲你立约哦，你要做啥物？多国之父。对打了后，你的名无叫亚伯兰啊，你还叫啥物？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啊，要互你的后裔安怎极其多，国度对你来徛立，君王对你来生出，我要甲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甲你甲你的后裔，要做你甲你后裔的上帝。我将你现在寄居的所在，就是安怎，就是准备进入迄个迦南地，享受互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我做因的上帝。所以这立约的内容，我相信兄弟姊妹咱听了后，应该跟我啥物关系？这是以色列人。上帝的立约，但是这两个约你有注意到无？有两个重点，头一个就是上帝要做以色列百姓的上帝；第二个重点，上帝要甲迦南地享受互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所以咱了解上帝为虾米要即个时阵爱以色列百姓听割礼？因为以色列百姓已经进入到即个迦南地啊，要准备安怎得到迄个迦南地诚做因的产业啊，有资格会当。到迄个迦南地做因的产业，就是甲上帝立约啊，迄个群体。所以记号是啥物？行割礼。所以上帝对即个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讲：，恁要进入去进前，恁要攻打进前，爱安怎？恁爱需要行割礼，才会当到迦南地。我甲恁立的迄个产业。我应允互恁百姓囝儿是随食的礼物，若无立约，就无法度。无有义务将迦南地赐互恁做产业。若无有行割礼，恁将来抬名抬书，拢不关我的事。恁家己要为家己的行动来负责任。所以以色列的查某囡仔伫遐拢接受割礼。这个行动表明以色列百姓知影，在线接甲迦南人或者会征战的中间、相杀的中间，得胜的关键，毋是伫咧因的军队有偌尔啊强，是在于有上帝甲咱的三角地地。迦南地毋是以色列百姓会当靠着家己的气力伫遐来独处的，乃是上帝互伊的百姓的礼物。所以，这个礼物是。爱归黄光互上帝，毋是以色列百姓。所以相反，亲爱兄弟姊妹，咱当中我拄则安尼所小解说一下，可能较长，但是你若有详细听，我相信你会当了解一件代志。咱每一工拢生活伫咧真侪的挑战，就甲以色列百姓共款，因有真侪的挑战，咱嘛有真侪的挑战，有学业的挑战，工课的挑战。人际关系的挑战，婚姻的挑战，甚至是侍奉的挑战，真侪的挑战，咱要安怎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关键在伫咧真重要，咱要得到迄个得胜的生活，关键就敢亲像以色列百姓共款，因要拄着迄个得到迄个得胜的生活，关键就是安怎？我靠稳定，我靠稳定。我靠上帝的恩典啊！我毋知咱是毋是会当来思考即个代志。咱知即个感恩节已经过去，但是即马咧讲有缘未完，咱来思考看卖。我靠上帝的恩典，无代表咱无需要拍拼努力。咱知影以色列百姓也是必须爱甲迦南人伫遐来征战。
因爱一个一个城市，一个一个城市讲落来，但是若无有上帝大气力同在，因会拍拼到安怎枉然啊！无努力的人一定无法度成功，但是努力的人却无一定拢会成功。我毋知咱是毋是同意？咱人的智慧甲能力有限，咱若要挖靠家己来去挣扎，咱迟早会拄着无法度过去的窒碍。但是咱若一旦知影挖靠上帝大气力，上帝来伫遐提出迄个恩典。咱就会经历着上帝满满的祝福，迄是超过咱挖靠家己的气力会当得到的，所以真重要。挖靠上帝的恩典，这是秘诀。咱对这段经文内面，咱来看因的生活的转变，以色列百姓因安怎样伫隔离了后，最后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也就是。稳定的记号，伫咧现在即个世代，咱毋要安怎样得到即个稳定的记号？隔离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因立约的记号，但是上帝为虾米要选择隔离做一个立约的记号呢？真奇怪吼！我毋知影歹要用即个隔离吼，咱知影隔离就是将男性的生殖器官头前迄个包皮。挂掉的手术，所以迄块肉甲挂掉了后，所以上帝选择即个隔离做成做以色列百姓甲上帝因立约的记号。其实有上顶的意思。哥罗西书第2章第11节安尼甲咱讲。因伫咧内面也是受了，毋是人的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互恁脱去肉体情有的隔离。我搁读一遍，恁伫伊内面也受了，毋是人的手所行的隔离，所以毋是人的手所行的隔离然后是安怎？是基督，互恁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迄个意思就是所接受的隔离，代表是安怎？咱咧对付迄个肉体的情欲啦吼，情欲情欲。啥物是肉体的情欲？伫咧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1节有一寡说明嘛。我讲恁着顺按着性情来行，着袂放纵肉体的私欲。私欲的代志，拢会当看到，行奸淫、为邪党拜偶像邪术冤仇竞争怨妒做运动即个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好，所以我以前甲你讲，即马要甲你讲，安尼的代志，咱若来做，就会承受上帝国。所以咱通知影，对旧约的时代以色列百姓来讲，因甲上帝立的约的记号是隔离即件事。对新约的时代，对咱基督徒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咱甲上帝立约的记号，毋是行隔离啊。安尼是啥物？有人知无？多谢，感谢主，有人讲对哦，洗礼。咱受洗为入主的名下，正做上帝的百姓，所以是啥物？毋是人的手所行的隔离，不约迄个所在，毋是人的手所行的隔离，是指咱咧洗礼受洗时阵所发生的一件代志。咱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同死搁活，所以洗礼上顶的意思是爱安怎？洗净咱一切的污秽垃圾，互圣神进入到咱的内面，互咱得到清气，就敢若亲像行隔离共款，爱挂起身躯的迄块肉，迄块情欲的肉共款。亲爱兄弟姊妹，这真重要。牧师今仔日讲小我较深一点但是牧师真希望你会当转去好好去思考、去想隔离，即摆毋是姊妹兄弟或者的代志安尼。咱伫新约的时代，咱知影主耶稣基督为咱死，
伊甲咱立的迄个约，咱食着洗礼，甲主同死同活，伊迄个过程。所以，说书今仔日咱要真做上帝国的百姓，咱要享受上帝应允赏赐互伊百姓一切属灵的福气，咱嘛爱接受即款属灵的，我讲这是一款的外科手术了吼，属灵的外科手术，爱对付咱的肉体的情欲，因为这肉体的情欲会太爱咱得到上帝的祝福。譬如讲，看到真水、真性感，还是讲英俊潇洒的异性，有一寡人就想入非非的念头，对兄弟姊妹、对同学、对同事存在迄个竞争、怨妒的心，对家己的头家、同事伫遐来受气，对咱的另外一半伫遐苦毒、冷淡的态度，甲家己的利益建立伫别人的损失甲痛苦顶悬。当时上帝甲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讲，要得到迦南地产业，先爱安怎行甲咧？今仔日上帝嘛要对咱讲，要得到上帝丰富的生命，领受上帝的祝福大生，咱爱接受属灵的外科手术，对付咱肉体的性命。亲爱的兄弟姊妹，接受甲咧的过程有一段时间会真痛苦。但是即款的痛苦会过去，3天了后，伤口就好起来。甲咧当然有一寡真好的用处。我无要阁多讲，对伫医学的方面，对伫人的清气的方面。所以，伫个约书亚记第5章第8节，真正讲到以色列百姓拢受甲咧了后，就住伫家己的营内面，等待完全好起来。上帝的手术会完全好起来，当上帝完成伊奇妙的工作，刷起咱迄个生命内面有一寡有害的生长健康，有害咱的生长、有害咱的健康的事物了后，伊会看到咱完全好起来。就敢亲像咱在建堂的过程中间，咱在整建的过程中间，咱看到真侪即个久久无用到的物件，平喺外口，平喺外口，平喺外口。我知影有兄弟姊妹有经过，加减捡起来，加减捡起来，搁摕转去厝里放。我毋知是毋是咱摕转去厝里放，你会赋予它新的生命，还是安怎？你悠然将即个刻掉的物件，搁搬入来另外一个所在。亲爱的兄弟姊妹，透过第一个行到咧甲上帝立约的人是亚伯拉罕。上帝应允亚伯拉罕伫迄个过程中间，无说我要搁加讲即个故事，咱拢知影，咱拢清楚。所以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我相信拢会受到侪环境的因素。愿主帮助咱，愿主赏赐祝福咱，即使你伫你生命内面有感受到受侮辱的代志。就敢若亲像遐个埃及人侮辱以色列百姓，伫迄个过程，伊即痛苦的过程中间，透过行到咧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应允、上帝的祝福，因搁一遍安怎行起来，勇壮起来。我毋知咱是毋是仰望上帝除了你生命内面的迄个建设，咱爱来到上帝面前，咱做阵搁一遍来祈祷。互咱安静伫上帝面前，透过上帝细声、大声甲咱讲话，甲咱讲咱倒位爱接受迄个属灵的隔离。即使你会当感受到上帝透过即段的经文对你来讲话，愿意互上帝伫你生命内面来动工，你会当向上帝祈祷讲。主啊，我愿意接受你伫我的生命、我心中实行的迄个属灵的隔离，求你帮助我，会当我靠耶稣基督的名，伫遐过得胜的生活。后来，咱知影以色列百姓真顺势，伫遐太赢迦南人，有原因爱有行动，毋是就伫迄个所在，就跟咱亲像咱共款，咱爱有行动，愿主祝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即段经文，
来体会经验上帝的恩典的基督。请三工暗头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有时你互阮有侪的引带带领，迄个引带带领，有拄时啊，互阮感受到真无合理。遮尔好的机会，你叫我莫叮当，耐心听候，而且你爱搁我来做一寡感觉真困难的行动。但是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相信一件事：你的念头远过阮的念头，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帮助阮会当来顺服你的引带。主啊，阮嘛愿你承认伫阮的生命内面有一寡真长期、久长以来的软正软弱。有拄时啊，因为遮个软正软弱，互人看轻，甚至受到凌辱。主啊，我愿意接受你伫阮的心上来实行即款属灵的决定。求你除去我内面迄个悲情，互我会当靠着主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主啊，阮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交托伫主的内面，求主会当透过一段经文，互阮会当去做信仰的反省，归向上帝，我靠上帝得到完全的胜利，互阮有信心，赏赐阮到遐的心。前跑走，因跟上帝名，安尼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条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吟圣诗320首，请起立来吟篇首。我
姊妹，咱即时要来补就日吼，咱即个赖如平执事吼，赖如平执事因为就日迄天，伊进前足早之前就安排要去外国的所在，所以顶咧来就日伊无法度来请假，所以咱今仔日来补就日，补就日，所以咱即时来请赖如平执事来甲头前。这是小会奉下囝信心的名组织，要设立赖如平做教会的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的事务，咱廿景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这个时阵，就邀请赖如平执事伫遮来使用。还有一个问题。你当要领受执事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有。你愿意做南口教会的执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你要安尼行也无？会。第三，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然关系教会的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你要安尼行也无？最后一点，你去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兄弟姊妹，请咱起立，咱嘛爱做伙来使用。请我们起立，请咱起立做伙来使用。头一个问题。兄弟姊妹，恁已经经偌如平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抑无？有。第二个问题，伊替咱办理教会的事，恁着敬重伊、疼痛伊、替伊祈祷，恁约要安尼行抑无？有。最后一点，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来设法，毋通四界播扬，你甲妨害教会的大局，恁要安尼行抑无？请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这个时阵，阮来设立赖如平执事，诚做教会的执事。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头，阮无论当什么职。阮拢尽阮的本分，拢咧拍拼来应光上帝的名。恳求信心到阮三甲地地，来透过伫今仔日即个特别的日子，互阮兄弟姊妹伫上帝正人的面前，阮做伙伫遮来入世。愿主赐福帮助阮，愿妖花会光照阮，直到因世界。感恩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伫遮咱也阁徛伫吼，我伫遮来宣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口东会小会的官兵，设立赖如平执事做南口东会的执事，煞接伫遮来报兄弟姊妹知影，即个职分是照规矩来交代你，当你即马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咱着爱存着清气的心。用心来办理教会的事务，我上帝名得到荣光。感恩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好，这是咱来接纳，咱邀请这个咱小会员如平执事咱向后转向后转咱拍鼓啊，拍鼓啊。好，小会来，咱请小会员来，请老婆咱去一张相，老婆咱去一张相，咱自己帮我拍一张。
阁有一个，来聘书，咱是办法聘书吼。就任书吼，就任册吼，就任册，就任书啦吼来。来，咱拍我啊！来，咱用一，来，咱这边去小会玩。来，咱拍拍啦！来，恭喜杨叔叔吼，太太有来无？哦，伫华语，华语的查经班，查经班，咱真惜啦咱的罗志书，罗志书伊其实伊应该具有牧会的能力，因为制度的关系，愿主来帮助，罗志书伫咱的教会内面有真侪真好的帮助，对伫教育的方面，圣经的查考、查经班方面，我相信咱得到一个真好的助手三角来营运福音，三角福音，愿主祝福罗志书，过来这几年的后世，咱将一切荣耀来归乎主。以上。即条咱来奉献，请书献的有感。请起立。伫东港的事项，请咱有事项的东港家己看。聚会人数甲奉献嘛，请咱家己看有无吼。再来本会的消息，伫咱教会咧整建的工程中间，若出入的兄弟，请注意安全吼。有无方便的所在，请原谅。盼望咱兄弟继续来为着教会整建的活动来导。再来，教会伫12月14拜六下晡3点到5点有咧举办爱无限的福音的茶会。即摆主要邀请的对象就是慈惠朋友甲无同友，为今年福音茶会关心、祈祷甲奉献。咱的奉献袋有伫后壁交代倒遐吼，若有要奉献的人，甲去后壁遐摕。再来。邀请咱兄弟伫明年的礼拜献会有伫后壁公布栏，若有要献的人，会当去遐登记。第5点，要订圣诞歌的兄弟，有缘伫后壁公布栏登记，一盒是18块，到12月初8截止吼。再来第6，咱的儿童主日学的课程，自明年开始。有要做以下的调整吼，9点半到11点10分是
儿子的迄个体适能综合班，11点10分到11点半是西瓜的分组，11点半到12点20有主日学分班，请有主日学的小朋友会当准时来上课。啊，为着要设计咱的儿子体适能的综合班吼，伊的活动因为爱准备足侪器材吼，我望咱大家会伫即个网站啊，家己先事先报名。台北中华妇女事工部定伫11月29拜五上午9点半伫大田町教会要举办年会，甲70届的部员的交接。我望咱的兄弟若有要参加的人，伫公布栏登记，今仔日是最后的一天截止吼。第8点，教会定伫12月21暗会结束有要报佳音，邀请兄弟做阵来参加。而且咱伫11月20、12月初1、12月初8、12月15，华语的礼拜后，伫12点45到1点15分有伫礼拜堂有接咧圣诞报佳音的练习，若有要参加的人，到时阵留落来做阵来训练诗歌。啊，因为宗教法的规定吼，中会有内涵鼓励咱兄弟拢签咱的各自的同意书，鼓励咱兄弟会当配合来签，互咱的干事遐摕资料来签吼。签即个个资法就是像咱若有要办活动啊，啥物咱有咧保险啥吼，算讲你同意互教会摕你的资料去报，甲你保险创啥有诶无诶，即个毋是要有啥物不法诶啦，所以咱会当放心吼。啊，搁来关怀甲大岛，咱本月杨梦忠兄弟诶母亲伫11月14下晡5点半安歇主怀，享年100岁，定伫11月30下晡2点半伫本会要举行告别式，请为着遗族大岛求助安慰。伫厝调养的兄弟有林学仁、素觉仁、曾文德、杨敏珠、郑明霞、林李敏珠、徐建廷、欧明达、马来金。断言有我们咱弟兄的妈妈，啊，有缘为着咱教会遮个兄辛苦面兄兄弟来大岛，啊，有缘为着咱的整建的维修来大岛甲奉献。啊，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看，护士有要补充报告。再来，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约书亚第5章第9节。咱做伙来读2摆吼。耶和华对约书亚讲：我今日将埃及的能力移煞伫规日，对咱的所在名就必到今仔日。耶和华对约书亚讲：我今仔日将埃及的能力移煞伫规日，对咱的所在名就必到今仔日。再来，咱来上行507首，请起立来念全首。上行说，请牧师来祝祷。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一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